監警終極報告踢爆，警方曾經建議毆打變濫權。或者因為朱 Sir 鋒芒太露，手臂延伸得太長啦，難免容易令人忽略咗佢哋。點解要精細咁播多次俾大家睇呢？事關監警會禮拜三公開朱經緯單案嘅終極報告，話除咗朱經緯之外，仲有一個便裝警員俾人投訴，到底講緊邊個呢？大家自己估下啦。講翻朱經緯單案先，份報告爆料，警方嘅投訴警察課一度想將指控改輕啲啊。投訴警察課相信呢係冇一個想毆打佢個意圖，佢只不過喺度執行職務嘅啫。咁當時呢，我哋係唔同意嘅。佢哋話朱經緯揮警棍嘅方向同人群疏散嘅方向相反。你咪路過㗎咋？路過㗎咋？而被打嘅鄭仲恒亦都係有秩序咁跟指示行。朱經緯根本就唔應該用武力。投訴警察課建議將毆打改為輕啲嘅濫用職權，死撐朱經緯嘅行為唔構成毆打。後來退一步又同意毆打，但建議列為無法完全證明屬實。我哋有12條片，我哋睇過真係好多次，包括主席同我同委員啦，睇過真係無數咁多次，睇完又睇，睇完又睇噶，逐格睇噶啦已經。咁所以我哋睇完咗之後呢，都係覺得我證明屬實啊。監警會成功趕得切，喺朱經緯退休之前，俾肯定嘅結論，警方最終投訴警察課跪低，同意將朱經緯毆打指控列為獲證明屬實。不過朱經緯嘅懲罰竟然只係警告，並且需記入分區報告檔案。哇，重手到你啊！咁會唔會刑事檢控呢？律政司就話警方6月俾過資料佢哋，遲啲先決定係咪檢控。至於被打嘅鄭仲恒就話暫時冇諗住提民事訴訟。有監警會前成員就話朱 Sir 如果冇得當事人同意，而超越權限打人就係毆打。佢仲話警方處理呢單 case 一直拖，民陣就質疑投訴警察課係為警員包庇護航添。我睇蘋果檔，因為佢同我一樣強大而堅毅。